虽然看起来咱一个人尔，咱知影，咱的边仔是别偌济人，经济就是安尼经济合作者哦，合作者，咱的经济咱的亲戚朋友，哦，咱这友的制作客人，咱袂晓去认真打拼来收到，因为咱是我有缘的，拢打无平，安尼，所以咱来知影哦，咱虽然这个人边仔合作者，哦，从前拢看咱，咱先先对咱这个人对这个啊，所以老师才能讲，咱虽然这个人今日高效重新卸业，看咱，哎，看咱来咱啊，咱能该看平咱，咱就先对他，咱就小来看，对吧？咱就是要先去好好来看。啊，放给那个，放啊，不需要讲哦，不需要受家己的灾害。老师叫你讲，咱唔惊不要怕哦，明天哭我去拼，上天就去无公来，哦。免是人家的将来，我也是家的将来。啊，拢想讲，有当啊，你去甲讲到屁事哦，要五千个人，啊，有当啊就讲，你去了，听讲你去了，我来去个，啊使讲，你若对。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叫人讲的是真的，凡是咱的将来，有了困境，有了危难，要去突破，哦，慢从啊，到遐，安尼动了的啊，像你一条借款的股票，还是个健康的目标，唔放心一直对，一直对起，咱个是哦，我看到咱行安尼是哦，较早20几岁啊，咱前年拢就是小的，啊，迄阵就啊，哦，迄个做上马迄个排队啊，对咱前年。到西啊，给你用这小的地方，那像咱们啊，
了啦吼，用千万人安安稳稳的日常，咱会当亲一条正确的目标，互千万人会当对咱安安稳稳，安尼。这个用千万人将将到智慧之光，虽然众生看咱看咱磨练，看咱心，千万人会当接受到这个智慧的光来用千万人无一切天一的普通，千万人会当无一天天一的普通，上天的大义，而且内底，感觉讲咧，真正快乐，真正。心个人特快乐呢，所以咱心个人就爱快乐呢，心个人袂使个依靠一个人呢，爱化苦为乐。有啦，世界是苦的，大家知，但是咱袂使到遐受苦的，这个苦是难做的。既然落来到这，这苦拢会是孤单已经了解，咱会当化苦为乐，越来顺心，日顶来顺利，收来，拢袂要紧。安尼较有道理，嘛袂你啊，为着小可钱不如意咱讲怨气，人